大家好，歡迎嚟到 Morning Channel，我係 Charles，今集想同大家講下達至成功嘅9大鐵律。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個比喻？如果你想向朋友借100萬，咁你先要問你朋友借50萬，當然借完要還。如果想問你朋友借50萬，咁你又先要成功向佢借到10萬，又係必須有借有還，係借10萬之前，一開始可能你要先問佢借1萬。點解要咁做呢？係依個由小額慢慢借到大額嘅過程中，你同你嘅朋友建立咗一份有借有還嘅信任，因為佢每次借錢俾你，佢都預期你係會還返俾佢，所以當佢有能力嗰時，基於信任嘅因素之下，佢都會借出金錢。回歸現實，我唔係叫大家去問人亂借錢，又或者其實借錢係冇咁易，我只想帶出一個重點，所有鐵律之首就係誠信，誠信係做人嘅根本，更加係做生意嘅基石。做人如果冇誠信，最多可能冇乜朋友。打工條路窄窄地咁，但係如果係商業層面嚟睇，一間企業如果冇誠信，你就會失去咗企業嘅夥伴、銀行嘅借貸，甚至乎寶貴嘅顧客，成個市場都會離你而去。2008年發生嘅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我諗到而家應該大部分嘅人都仲記得，因為三鹿集團為咗拉低成本去搶市，不惜喺奶粉當中加入三聚氰胺，最後導致近30萬兒童受影響。更嚴重嘅係全世界嘅人都失去咗對中國奶製產品嘅信任，唔單止三鹿集團玩完，以致影響到中國失去咗整個奶製市場。俗語有講，面係人哋俾，價係自己掉。一個唔識得尊重別人嘅人，人哋同樣都唔會尊重你。尊重嘅意思就係你有幾大嘅氣量去包容其他人不同嘅性格、說話同意見等等。如果你嘅氣量只有一粒花生咁細，你嘅世界就只有花生咁大粒。如果你嘅胸襟可以容得下全世界，咁你嘅成就將會好大。識得尊重別人嘅人，通常佢哋嘅人際關係都會十分好。點解呢？你會唔會中意同一個成日取笑你、責罵你、落你面、揾你住數嘅人做朋友？當然唔會啦。所以當你識得去尊重別人嘅說話、個性、唔同嘅觀點嘅時候，別人就會感受到你對佢嘅重視，從而就會建立起一種個人魅力。佢哋會喜歡親近你，成為你嘅朋友、夥伴。如果你係一間企業嘅老闆，你尊重你嘅員工，你可以打造到一支願意為你拼命工作嘅團隊。你尊重你嘅客戶，唔單止可以維持到優質嘅客戶關係，更加可以獲得大量嘅 referral。同行未必係敵國，你尊重你嘅競爭對手，隨時可以將整個市場發展得更大、更有效率。前兩條鐵律都係集中係自我修養之上。坦白講，如果做到前兩點，你身邊嘅朋友應該都唔少。不過呢啲朋友究竟係聲色犬馬、花天酒地嘅酒肉朋友，定係可以幫到你更上一層樓嘅良師益友呢？點解會有咁多獅子會分會、定義早餐會、咁多唔同嘅商會、學術交流團？目的只有一個，就係通過會員之間嘅交流，去達至學術上嘅提升，或者事業上嘅突破。我唔想好似其他創作者咁成日講咩嘢富人圈、窮人圈。不過好現實嘅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大家必須努力去提升自己嘅內在質素，以吸引到正確嘅人成為你嘅朋友。如果你本身都係一個不思進取、沉迷玩樂、賭博嘅人，你就會吸引到同一類嘅人成為你嘅朋友。佢哋只會消磨你嘅鬥志，消費你嘅金錢，消耗你嘅光陰。所以我哋必須大眼識人，結交正確嘅朋友。佢哋會帶領你行正確嘅道路，令到你邁向成功，幫助你嘅事業進步。
正所謂三人必有我師，就好似寧德時代嘅創辦人曾毓群咁，佢嘅正確觀念令到佢結識到寧德時代嘅幾位創辦人，當中陳同華更同佢亦師亦友，影響至深。基於上一條鐵律，所以我哋必須不斷提升自己嘅內在質素。如果腹無半點墨，一個人嘅知識同學識都唔會高得去邊，佢嘅內在質素又點會高呢？所以我哋必須持續學習新知識，活到老學到老。我係低空經濟嗰條片都提過，我父母嗰代人好多而家都70-80歲。30幾年前電腦興起嘅時候，其實佢哋都只不過係30-40歲。不過嗰個年代，好多中年人都唔肯去學電腦，所以佢哋好多人都俾時代淘汰咗。到而家就算要繼續工作，好多都只能夠做一啲低技術性嘅勞動工作，好似保安、清潔工咁。可惜嘅係，到咗而家，另一浪嘅科技熱潮衝咗埋嚟，好多依類嘅低技術工種都開始被淘汰。好多停車場已經應用緊自動出入閘系統，好多商場公共地方嘅清潔已經應用緊清潔機械人。所以係依一浪嘅科技熱潮，我哋都要放開懷抱，持續學習，唔可以俾時代所淘汰。知識要不斷學習，佢決定咗你嘅收入下限。然，學識比知識更重要，佢決定咗你嘅財富上限。我對於學識嘅解釋係，學識建基於知識之上，係我哋學習到知識之後，再經自己細心琢磨研究，再加以自身嘅經驗、經歷同智慧得出來嘅結果就係學識。就好似 Tesla 同 SpaceX 嘅創辦人馬 Elon Musk 咁，佢曾經係公司嘅首席工程師。不過可能佢班員工比佢更專業，更高技術都未定，所以佢班工程師收入係超級高。但係點解 Elon Musk 會係老闆，而唔係打工嗰個？就係因為佢嘅學識高於其他人，佢有足夠嘅知識，比其他人高嘅智慧，同對市場嘅洞察力，所以成就咗 Tesla 同 SpaceX。上一條鐵律提到對市場嘅洞察力，即係一個人對潮流嘅變化、市場嘅趨勢，甚至乎對整個社會嘅轉變、經濟嘅起跌，都有敏銳嘅觸覺。古語有云：時勢造英雄。歷史上有幾多帝王都係乘勢而起，順應潮流而開創一個朝代。套用返係商業角度來睇，就好似電動車行業咁。隨住世界各國對環保嘅日益重視，好多傳統汽車嘅生產商都意識到傳統使用汽油或者柴油嘅汽車將會慢慢被淘汰，所以開始研發新能源汽車。當中以比亞迪、Tesla 發展得最快最驚人。其實佢哋嘅發展都只不過係10幾20年，但係已經穩坐新能源電動車嘅一個位置。當中除咗順勢而行，站喺風口上之外，最重要嘅係佢哋目標相當明確。佢哋嘅目標就係要稱霸電動車市場，所以佢哋發展初期就已經投入所有資源去研發電動車。又好似我哋香港嘅摩同王維基咁，佢嘅市場觸覺同行動力絕對稱得上超班。2013年，香港政府否決咗王維基申請免費電視牌照之後，佢知道想係免費電視台依個市場生存已經無望，佢冇停下腳步，佢立即將整個集團嘅經營方向轉變。佢知道網購市場係大陸同外國已經發展得十分成熟，但係對於當時嘅香港嚟講，絕對係一個真空狀態，所以王維基投下所有資源發展網購平台業務，成就咗今日嘅 HKTV Mall。好啦，今集就講到依度先，剩低嘅4條鐵律係下集再講。希望今集嘅內容可以對大家有幫助。如果大家鍾意嘅話，記得 Like、Subscribe 同 Share。多謝大家，拜拜。